使徒行傳第14章，在一個年也發生同樣嘅事。保羅和巴拿巴去猶太人嘅會堂，佢哋嘅講道使很多猶太人和外邦人上做信徒，仲係佢哋唔信嘅猶太人煽動外邦人，使佢哋鬧信徒。佢兩下在教會吃好久，大膽談論主嘅事。主賜本佢哋行神蹟和奇事嘅能力，用安樣證明佢哋所傳關係主恩典嘅信息係真實嘅。上都嘅眾人就分派，有啲服猶太人，有啲服使徒。這時外邦人和猶太人並佢哋嘅領袖，決心愛傷害使徒，用石頭砸死佢哋。使徒第二個事就三走，喺利哥尼嘅路斯德上，老鐵比上，並附近嘅地區，在嗰度地方繼續傳福音。在路斯德上度有一個人，出世就瘸腳，從來唔識行過路。佢坐在教會聽保羅講道，保羅注目看佢，看出佢有信心，會得到醫好，就大聲講：你放起來，起出！嗰人就跳起來，開始行路。眾人看到保羅所做嘅事，就用利哥尼話大聲喊講：神明化身變眾人，降臨在我哋嘅中間咯！佢哋就喊巴拿巴超時，喊保羅希尼米，因為佢帶頭講話。上外超時廟嘅祭司牽等牛，帶等花來到山門口，會同眾人共下獻祭本使徒。巴拿巴老保羅聽到佢哋想愛做嘅事，就擦爛衫，跳入人群，大聲講：各位，你哋做乜嘅做呢條事呢？我哋老你哋窮樣也係人，我哋來呢位傳福音，係愛喊你哋離開拜偶像呢條虛空嘅事，來信嘅創造天地海，然後其中萬物嘅元神上帝，在過去嘅時代，佢要在萬民行自家嘅路，總係佢一直行各樣嘅好事，來證明自家嘅存在，就像是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，本兒的豐衣足食，心滿意足。雖然使徒安樣講，也險無法度阻止眾人向佢哋獻祭。這時，有的猶太人對彼西底嘅安提阿留一個念來到，佢哋告訴眾人用石頭砸保羅，撈到佢屍體，就將佢拖到山外去。佢哋信徒未定佢嘅事，沒想到佢又放起來，行進山內去。第二日，佢同巴拿巴共下去鐵壁。保羅和巴拿巴在鐵壁傳福音，使千多人上做信徒。後來佢哋就轉頭經過路斯德和一個念，去到彼西底嘅安提阿。佢哋沿路堅固信徒嘅心，鼓勵佢哋繼續信靠耶穌。佢哋講：愛入上帝嘅國，我哋一天會經歷多多嘅苦難。佢兩下也為國教會設立長老，禁食祈禱後，將佢哋交託本佢哋所信靠嘅主。佢兩下經過彼西底嘅地區，去到龐菲利亞，佢哋也在撇加傳福音，以後就去亞太利。對這位初選進安提亞，當初就係在兩個所在，佢哋本人交託在上帝嘅恩典中去工作。兩個工作兩下已經完成了。佢哋轉到安提亞，就持續教會嘅兄弟姊妹對佢哋報告，講起上帝樣辦同佢哋共下工作。上帝又樣辦開門使外邦人相信，佢哋在教會同信徒共下吃好久。